嘉义县溪口国小过年进前是举办社团的成果发表会兼义卖春联，热烈滚滚，做伙来看。溪口国小书法社合成囡仔专心咧写要来义卖春联，头前阁有面上机嘅社团核心带来的成果演出。嘉义县的溪口国小伫过年进前，伫溪口北极点举办义卖春联的活动，要趁这个机会展现合成囡仔伫合校社团的合适成果。我觉得我们学校非常的用心，他安排了所有的活动啊，那像我们的扯铃、打鼓乐。那还有舞蹈，那让我们家长觉得小孩子有多样的那个参与。演出的社团除了有气势广告，阁有展现机卡的拍风舞甲踢毽子，这拢是溪口国小推广真久的传统技艺。学校表示，庄卡所在是大人无因做事，除了重视囡仔的功课以外，较袂去注意社团的合适，借着义卖春联的活动，互来参与的家长甲乡亲会当看到囡仔的表现。平常家长他其实很少机会能够看到小朋友他的一个平常的学习的一个成果，所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可以让家长知道说，他小朋友在学校到底学了哪些才艺，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增加他学习上的一个自信心跟成就感。学校透过义卖春联来增加社区的连结，社团的成果发表嘛，互乡亲知影学校延续的在地文化。过一礼拜就要来过年，偏乡的学校总动员，互囡仔做主角，毋但展现合适的成果，也提早替庄卡带来过年的热闹气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